高德山的瑞德国小做地道的教学做真久咯，培养每一个学生拢将做小小的地艺师，嘛协助地方发扬在地产业。德山镇瑞德国小的地艺老师真注重泡茶、布地，阁有各种地艺礼仪。从学茶到就是一段时间之后，你会发现他上了茶桌之后，他的稳定跟他的沉静，还有他的那个就是自信，他就会出来。下了茶桌之后，他们还是一样是很活泼的孩子。瑞德国小唔但让学生学泡茶，阁会熟悉家乡的产业，结合各种冷血的课程。今天我们以清水溪的原野秋色布置茶席，邀请大家一同与我们感受秋天的河上风光。有老师的用心栽培，瑞德国小伫各种地艺比赛拢得到好成绩，嘛要拍开囡仔的眼界，互因会当行入去全世界。